感谢哦。杨师午安。所以呢，咱建议这款书果是要在会呢，较有方面学习的机会呢。之前呢，咱会当个放他天上的，因为之前呢，拢是咱德国的解说啦吼。当然，伫这德国的过程当中呢，咱会感觉到较轻松些嘛。我今仔日编的这条呢，叫做人的先东南主编，这个纯粹啊，咱首先呢来听。哦，赞。哦。